因为咱拢无写变来。咱着感谢上主一段最难拯救救伴，大家着来到伊面前，歌声落满天。第二站，万主的主，基督上帝赢过世间一切，万山千里比伊笑着，伊是万王的王。第三站，有海大地，是伊创造，咱着恭敬无能。为你创造的主面前，要强免拜虔诚。搁另外有一首，要请在座的男生有唱一句。另外一首532首。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咱着爱好当讲出。我认救主，拢袂惊见笑。这首若有小喇叭来的话，会更好，更有那个迄个宣告。好，来，本去。就是有一句，可能咱第二面给我迄条第二面的上面那里欢喜欢喜叹伊高兴，男生情侣们好大唱出来，男生来唱一句欢喜叹伊高兴，变，恁唱一句就变来，欢喜叹伊高兴，好，那会当后壁你若个会当唱的，麻烦你唱好。这句男生一定要很勇敢的唱出来，我们女生才可以接你的欢喜叹一尬西。好，来，从你们男生先来，女生就接进来哦，来，欢喜欢喜叹一尬西，欢喜叹一尬西，欢喜叹一尬西。男生这头草腕，我女生跟着在后，就像基电会今日要来，女生就是跪的祷告，男生往前跑。好，咱搁一届第一首，搁一届重来。我变来，我变，变开始来，我的救主。良心敬拜主。OK， 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到手机关机，也是关静音。
全地就像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请咱做伙因此来学罗上主，献诗第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这片土地献上祷告。在这个充满挑战与分裂的时代，恳求你的怜悯与恩典临到我们的国家。求你的灵动工，弥合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对立，让各族群与不同立场的人们能够彼此尊重，学习在差异中寻求和谐。特别为我们的政府与执政者祈求，赐予他们从你而来的智慧与勇气，放下权力与恐惧的捆绑，专心行政治理，以人民的福祉为优先，带领我们平安度过各种危机。我们也为着世界来向你祈求，当人类面临气候变迁与环境恶化的威胁时，求神唤醒我们的良知，让我们成为你所创造的美好世界的中心管家，保护你所赐的一切。主啊，我们的心也挂念着那些身处饥荒与贫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享受丰盛之时，他们却正经历饥饿与困乏。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们的需要，并赐给我们乐意伸出援手的心。求你感动国际社会，让资源能够公平分配，使每一位在你眼里宝贵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温饱与尊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这是咱要用主教是阮的，没有，教是阮的主导文，安尼。拢讲xong。先来起文第59篇，也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起，请兄弟来译，咱用交读的方式来起译。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世人中国就会得到救。
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至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就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就无期盼，哪会传？就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脚拢是安怎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看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是真正拢毋知影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咱同齐来读圣经上帝的话，记得伫新约圣经歌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恁毋论做啥物，着定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逐知主会甲恁保守，互恁对着伊着产业，恁的服侍是主基督。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是主日学要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引的诗歌是这里有荣耀。愿一切水的歌声，称作芳芳的祭，带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
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刘金元长老，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的行动。时间到，长老。敬听的林牧师，在座的长老、执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见证分享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主你的引带，也感谢咱南明长老教会林牧师甲长老兄弟接纳，互我今日会当代表国际基甸会来到遮来报告。特别是来见证、分享一寡阮基甸会的事工，望主开我的口，互听的、讲的人，拢会当得到主满满的祝福。我呢感谢阿罗，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来求，阿免。真欢喜，搁一届来感谢牧师，甲咱在座中级兄弟接纳，我会当今日代表国际基甸会来遮甲大家报告。阮基甸会去教会徛讲台有分2种，一种是10分钟，嘛10分钟的部分就是全部拢是报告基甸会的一寡事工，一种是差不多35分钟左右，佫有包括一个讲道，因为咱来教会上主要嘛是拢有讲道的部分所以今日的部分2场的礼拜拢是安排。互我有即个较完全的时间，就是35分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先做一个讲题分享甲报告，然后才是阮基甸会事工的分享。台语无讲真认真啦因为我是人讲的外省第2代，阮爸爸是民国38年对政府来台，所以我是标准的外省的第2代啦毋过因为阮妈妈是三省遮在地人。所以我是迄种人讲的蚵仔汉字啦所以台语照理来讲，因为阮妈妈不识字伊从小就是童养媳无读过册，所以阮伫厝诶是拢讲台语。毋过因为我是1966年是民国55年生诶阮迄个年代4、5、6年级大概拢知影，就是推行讲国语伫学校内底嘛讲台语爱罚钱罚偌济罚1角。即马一角看无啊啦即马莫讲1角5角拢看无，嘛1箍来去涂骹，可能你嘛无要弯腰落去扣但是伫阮迄个年代阮民国62年开始上小学，迄个年代1角卡松1角摊咧买2块薯棒，薯棒就是迄个吐司啦毋讲安尼尔，佫夹一支冰棒夹一支绳安尼一组甲一角尔但是阮嘛真罕有机会去买着，因为迄个时阵。家家户户大部分拢进善家啦当然好野人嘛是有啦像我逐工早起6点半，我会去叫另外，我对面有一个同学，因为因妈妈拢讲刘金元你较拢进早，因为我拢头一个去开门开办公教室的门，讲你拢要去读册进前来跟阮的儿子伊有做许金河啦，伊讲跟阮的儿子做伙去读册我就过遐去等去到遐的时阵，伊甲拄因妈妈去叫进去了，甲起来。起来了，因妈妈替伊穿衫，迄个牙刷啥拢替伊准备好，刷牙了后吃早餐阮早餐拢食糜，伊的早餐啉牛奶，食薯棒，迄时看着真羡慕因为因兜好野，因开木材行啦伫阮头前规个边仔迄个拢因兜的就是因为罗东家己当时义旅4个是咱木材集中所以较早开木材行的人有影是好野人啦所以。阮迄个时阵就是看着讲真羡慕啦当然这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啦所以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可能我万不是嘛讲走去国语的时阵请大家见谅因为我虽然是伫罗东长老教会聚会毋过阮的教会即嘛是分2场啦甲咱南长老教会贵教会拄无共的是，阮第一场阮第一场8点半就开始，真够早阮第一场是华语的。咱是9点半是台语场，阮教会10点是台语的，咱教会是迄个11点是迄个华语场，但是就是因为长老教会较早拢是讲台语一场尔，不然因为慢慢愈侪少年人真侪拢较无
较听无台语吼，所以即马拢有真侪长老教会拢有增加华语场，甚至有诶长老教会个直接改做一场诶华语场吼。像我下个主日要去基隆建德长老教会见证分享，应该是一场9点半诶迄个华语吼。所以嘛有讲了迄个听无诶所在吼，请大家多多包涵吼。来到即个所在并无真袂讲真陌生啦吼，因为即个南长老教会对阮基电话实在是真侪帮衬甲照顾吼。阮常常借贵教会二楼吼，可是丰年会长老替阮借吼，阮拢伫遐逐个月月流会开会也是啥吼。即阵较无来，因为阮即阵拢伫罗东长老教会遐练跳舞啦吼，因为阮即礼拜四有一个所谓全国年会，要去新北板桥希尔顿国际会议厅遐吼，所以有年会，阮有表演，所以这几个月阮个拢伫遐吼。前几个月阮常常个有过来遮吼，牧师拢真大方吼，借阮迄个会议室，无甲因收钱吼。像阮较早嘛去罗东长老教会，也是去其他教会借，因拢个毋免啦吼。恁这基联会嘛算是阮教会孙一个伸出去的一支板背嘛吼，嘛是伫做福音的事工，所以毋免收钱。但是有当时会讲，你嘛会使替阮奉献一下吼，所以嘛是有感觉有1000、2000有一寡感恩奉献啦吼。但是咱的耀心牧师拢无甲因收这吼，所以对咱的帮助真济吼。阮的献金嘛真济拢放伫咱的教会的迄个空间。是安尼？因为咱教会内底真济会友嘛是阮的基电会的会员吼，像迄个瑞爽长老、素琴老师冯林慧长老伊的姐妹个迄个吴明达长老，伊是阮的前理事长娟慧姐包括他的儿子陈安、碧光长老真济啦，算甲袂了所以基电会南洋长老教会。我咧甲比较起来，甲阮罗东长老教会有真侪相共，特别伫基联会会员内底，阮罗东支会，因为基联会伫宜兰分西南甲西北，西南就是罗东支会，西北是宜兰支会，西南的罗东支会，伊的主要成员就是罗东长老教会为主，西北来讲，就是咱南洋长老教会是占最大宗，所以这两个教会对于基联会是相支持，所以。我嘛无记了毋对吼，咱教会嘛是逐年拢有开放一个那个主日基电会来见证分享甲迄个，因为坦白讲阮来遮见证分享真重要个部分就是阮来有即个圣经奉献啦因为阮来一年拢爱印差不多将近50万本的现经所以伊爱的经费是差不多爱2000万左右的即个经费1500万至1800万所以在搁一届来感谢咱教会对阮的这支持我头拄甲大家报告的讲，咱有分前的部分，就是即个迄个讲道的部分讲道这部分毋是我的专长坦白讲，因为这是牧师的专长虽然讲我即马已经伫旧年底受调竞选做长老但是。讲到这部分，有影是隔行如隔山啦。像阮郑玉志牧师即阵出国，阮有长老大家拢有认养一次的迄个拜五祈祷会，我去祈祷会轮到我去报告的时阵迄个30分钟的讲道的时阵我讲我敢若如坐针毡虽然是用徛着，但是皮皮喘啦因为讲台袂使黑白讲特别是你嘛讲道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请。容许我啦我内面可能就是会照 PPT 安尼来甲大家报告，互大家伫属灵这部分，有一寡迄个得到一些得到一寡属灵上的滋养，另外后壁的属于迄个基电会的事工甲报告的部分，迄个部分可能我个较熟，我就他迄个对着 PPT 甲大家做一寡分享因为头拄迄个经文搁互大家看一下。我今日要报告的信心的行动是取自迄个哥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既然你所做着出伫人心来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在恁要对着主得着成绩，也要报赏，恁是服侍主基督。咱先来讲这个经文伊的出处因为。伊是哥罗西书第3章哥罗西迄个年代大家知影因面对异端的挑战
所以呢，因伫迄个保罗写即个批信的时阵呢，伊是要提醒咱，特别是咱虽然已经进入到21世纪，但是咱一定要知影讲主耶稣基督是咱的核心哦。所以，我只有一个吼，咱的生活的目的，咱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吼。啊，这时阵我有想到讲，我伫从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阵，以前有合作中正堂啦，吼，中正堂就是迄个学校聚会的所在，吼，开学还是毕业典礼的所在，迄个年代，吼，威权体制的年代，我拢合作叫中正堂啦，吼。啊，中正堂大家知影，就是因为要纪念迄个蒋中正，吼，蒋中正迄个已逝的总统，所以有一个中正堂。中正堂两边可能有一寡年岁，吼。50、60岁以上的长者，可能拢知，伊个叫什么生活的目的，哦，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哦，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吼，啊，这我无会用台语来翻啦，吼，大家可能听不懂，所以你也感觉哇，生活的目的跟生命的意义，那个就真的是天高皇帝远，吼，非常的宏观，非常的真大的这个愿景，甲迄个哦，咱的。要达成的部分，但是我今日无要讲甲很细吼，因为咱基督徒，咱主要就是讲，咱要安怎活出上帝，互咱基督的荣耀。啊，所以我今日伫咱的讲到的部分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咱爱仰望天上的基督，吼，因为这是咱主互咱新的身份的一个根基。啊，第2个就是咱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吼，这是假性的一种精进，吼。啊，第3部分上尾来结语的部分，就是咱安怎伫咱的关系甲工作当中来服侍咱的基督，吼。啊，这就是一个信命的实践。好，第一个就是讲仰望天上的基督，吼，这是咱身份的根基。啊，遮嘛有一段经文，就是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1到第4节，吼。啊，咱大家看过吼，我就无搁念吼。啊，大家嘛有时间你搁通看，为哥罗西书第3章第1到第4节的部分。啊，这个部分对咱的吼分享的部分，就是讲咱安怎哦脱离世俗，互咱的枷锁，枷锁就是敢若捆绑咱的所在啦，吼。因为即摆世界变化真大，吼。啊，咱怎样伫即个世界当中，哦，咱合适，就是讲。我有一点点老花了哈啊，所以戴上眼镜那边就看不到啊。但是字安尼对遐敢若有了较细啦吼，所以我过来这边吼，因为头前讲的部分我较爱较大的部分拢爱逐字稿来念吼，无我惊解说了唔对去吼，这个部分。其实阮基电会讲员内底嘛有不哩侪人讲了袂歹吼，因为因对圣经的研读，啊，佮对迄个属灵这部分吼，真厉害吼。但是这种人通常牧师无啥愿意邀请伊去吼，嘿，讲了比牧师较好吼。啊，边迄个地下毋是地下下面的迄个会员来讲哦，这个讲员真厉害，讲了比阮牧师更较好吼。啊，所以迄个后抓吼，迄个牧师讲袂，这个讲员后边袂使佮请伊来吼。啊，像阮这种的吼。讲了较无好，啊，但是基电会报了较好的，嘿，牧师拢会较邀请阮去吼，所以我去年排几落场吼，所以这个部分甲大家较抱歉啦吼，就是讲咱安怎面对试炼的勇气吼，就是讲咱嘛，哥罗西书第3章第4节有讲吼，你嘛性命吼，就是误解也是失败挫折的时阵吼，咱爱跟你讲基督就是咱的性命。好，这个代志真重要吼。咱基督徒像阮不管是前的迄个王荣信牧师，还是即卖迄个郑玉智牧师，常常甲阮分享就是讲吼，咱基督徒常常有人外口的人，吼，譬如讲啦，伊甲你无熟悉，吼，啊伊嘛看到你讲，哦，你是基督徒，嘿，安尼代表啥？可能是肯定，哦，你是基督徒，代表是好的。啊，有的人就讲，哈，啊你嘛是基督徒，嘿，问号的。安尼个是啥？嘿，可能就是理解伊的关系，伊会就讲，所以一般咱基督徒互人的印象吼，就是讲咱较谦卑，啊，咱嘛较与人为善，吼，咱嘛较和气啦，吼，啊，所以咱嘛是疼人如爱人，吼，那所以咱一般就是讲对基督徒，咱会讲，啊嘛，真爱甲人冤、甲人斗的人吼，人一般认为讲，迄个较无像基督徒，吼，所以。
基督是咱的性命，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属灵的挑战的部分，就是讲咱伫第一点的部分，咱通啊早起来的时阵，像大家运动真习惯吼，即马早起一起来，以前的人早起起来可能是看报纸、看新闻，即摆人早起起来就是看手机啦吼。我今日是，我已经忘记我今日几点起床吼，乱掉了吼，因为我昨敢若9点外的时阵，不知不觉当中睡着了，所以我是凌晨1点35分起来。起来了后，去准备一些资料因为阮这礼拜爱去全国年会爱那个我是东区理事爱去报告所以准备一寡资料因为今日爱来遮分享啦，所以我较早困，差不多是4点40的时阵睡觉闹钟调7点20所以7点20起来嘛是同款就是先看手机看有一寡不是新闻啦，看一寡新的讯息的部分所以咱即马是不是会当来挑战？就是讲咱早起来的时间，咱莫看这个手机不滑手机第一个时间就是啥？咱来亲近上帝就是讲咱会当读上帝话语然后来花一点点时间来做祷告说得很容易，做得很难我要跟大家坦白，因为在讲台上不能说谎我嘛无安尼做我伫后壁见证报告的部分，我有讲我安怎真做基督徒真做基甸会员的部分，有我，因为虽然我受洗嘛特别30年，我是85年受洗啦今年114年，所以嘛29年但是我一直感觉讲，我唔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伫属灵上面，我正经爱甲真侪前辈来学习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嘛是会当鞭策我家己是毋是爱加开一寡时间来亲近咱的上帝所以第2点就是讲，咱安怎真做圣一点征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伫咱基督徒，咱常常有即句话伊的出自就是伫咱哥罗西书第3章第50到第10这个所在咱请咱大家会当家己来共读加圣是咱的责任就是讲咱安怎呼召咱甲圣灵同工这部分我个较敢大声讲做工的部分我算不哩够因为我本身是职业军人出身啦冯老师对我个真熟悉素琴老师嘛拢知影因为我是读军校然后伫军中服务10年了后去做教官尾个教官退休了嘛是即嘛是要伫宜兰大学继续服务所以军人就是誓死达成目标所以我不哩够做工所以伫做工这个部分来讲，我敢夸口就是讲算做上帝工的部分，我算要不哩认真地做啦这个部分就讲一世丰盛的荣耀伫基督咱爱关注一寡创作事物来拥抱所有人就是咱爱去听人这是基督一直甲咱讲的所在挑战的部分就是讲咱他诚实检视我们的生活啦，咱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所在有讲求上帝帮助咱他找到一个属灵的同伴彼此代祷，这个部分我感觉是真好特别是讲咱弟兄姐妹，如果夫妻之间能够同心彼此为彼此来分享跟代祷这是一种真水的果实像我的部分感谢主因为我的姐妹嘛是基督徒所以这部分来讲，咱至少有共同的话题啦然后就是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部分就是讲咱温柔回应批评活出基督的形象就是像我头拄有讲的咱基督徒就是毋是讲无爱甲人争辩，无爱甲人伫道义的部分，咱还是要站得住脚还是要那个据理力争。但是伫一寡小小部分，咱无应当去甲人有一寡迄个纷争的部分。伫见证分享这部分的第3点就是讲伫咱安怎伫咱的关系当中，咱做一个生命的实践这是伫今日读的经文第3章23到24节嘛有伫
13节到17节的部分吼，啊嘛是共款，咱大家有时间继续来读。然后基督的见证就是伫教会来落实吼，像阮基甸会员，伊上主要就是讲安怎诚做基甸会员两个部分。第一就是讲你一定要先是基督徒，哦，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伊是基督徒内底的专业从业人员。所以阮基甸会定来讲，阮就是教会吼，迄个伸出去的宝贝。阮的会员拢来自所有的各教派，吼啊，阮是不知心的哦，迄个宣教士共款哦，所以安怎伫这个世界当中哦，甲主同行哦，啊战胜这个世界是真重要的关系。咱日常的工课甲关系是敬拜上帝的一种延伸哦，所以咱教导咱的好事势吼，也是服侍咱的厝边隔壁，拢是伫荣耀神吼。好，那结语的这部分吼，就是甲头拄啊三点共款吼，我搁甲做咱的前面见证分享吼，讲到的部分的结语，就是讲咱仰望天上的基督，因为伊是咱的性命，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吼，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蓝图。啊，我的性命伫基督内底，我的行为就是反映出伊的品格，我的工课就是服侍伊的舞台。啊，第二点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吼。当我甲做征战的时阵，咱是靠圣神吼，啊会当治死旧人，穿着新人。咱即马需要一个稳重的罪哦，求神来更新阮。最后一点就是讲，咱回应主耶稣基督对我的呼召哦，因为咱即马爱定睛伫主耶稣基督。啊，咱嘛有工课中有挫折的时阵，咱会当对神来做哦，啊，搁像敢若为主来做，因为咱服侍是主基督。好，这个是较艰难的部分吼，这个讲道的部分，差不多15分至20分钟，吼啊，剩15分钟，因为我希望伫10点20个左右的时阵，甲这个报告哦，甲讲台交互迄个书会部分吼。因为咱下晡咱南面第2场，爱搁有一个时间来轮流吼。好，基甸会生命的传承吼，啊，即马大家看到这场的这个部分照片，迄三个就是伫120年前基甸会拄创立的时阵，因为基甸会是为美国来，所以迄是3个人因为头一年本来是2个人尔，伫旅社住在旅社住同一间。啊，因暗时祷告的时阵，因讲，因有发下宏图，讲因希望成立一个会。迄个时阵要毋是合作基甸，但是因希望成立一个会，然后迄个会主要就是讲为旅人就是为迄个商人啊，主要是讲伫旅馆藏圣经，啊，所以第2年因去成立的时阵，鼓来3个人，就是含因2个佮加一个朋友，安尼3个人。但是他们还是很有决心，嘛是成立了这个国际基甸会啊。边仔迄2个人就是阮即马现任的迄个阮的右边迄个是阮的理事长啊，左边这个是阮的副理事长啊。阮即礼拜拜5拜6，即礼拜64、5、6是阮的全国年会啊，拜6有一个选举啊，因为阮理事长一任1年连任最多连任2次，啊伊多3年啊，所以。如果没有错的话，没有意外了应该就是阮的副理事长就会承担理事长的这个职分啊。个像我头拄有甲大家报告，就是咱教会的吴明达长老啊，吴明达长老伊嘛是这种传承，就是讲伊伫20几年前加入咱基甸会宜兰支会，然后伊第2年个做支会长很难得因为一般拢是像我是。升入去第1年就是阳春会员，然后3年书记，3年副会长，第8年我甲做支会长，啊，但是吴明达长老当然一来就是讲他有那个能力跟担当，啊，二来应该也是迄个时阵咱宜兰支会较软弱啦，就是会员部分可能无遐尼强，啊，无遐尼济人，所以吴明达长老一入来第2年伊个做支会长，啊，会长做煞了。因为很认真啊，也很有能力，所以个被
拣选为东区理事，吼，就是我即马伫做的这个新闻。啊，东区理事就是爱福建、宜花东、宜兰花莲、台东3个县，吼啊6个支会，吼，就是宜兰罗东啊花莲花1、花2，然后靠花东部分过一个玉里支会跟台东支会6个支会，吼，所以请我即马每个月就是拢爱招这哪个机会，吼，去出席他们的月例会。啊，他们讲有影不离辛苦，吼，因为交通，吼，像即马遮罗东也是宜兰，坐到台东，可能个拢爱差不多4点钟左右的时间，吼。啊，有当时遐住的煞，转来甲厝个拢11、12点嘛，吼。啊，我即马火车要较紧，进前吴明达长老伫的时阵，你做即个东区理事的时阵吼，搁较辛苦，吼。啊，但是伊比我较好1点啦，伊做的时阵，应讲，伊做的时阵嘛还袂满65岁哦，应拢还袂吼，所以甲我共款哦，我即马因为进前阮迄个理事因满65岁有进老票吼，即马才知影讲哦，这差距真大吼。以前汉年吼，一年上计坐1、2届啊火车是坐什么高铁吼，但是即马逐个月拢爱坐几落届迄个台铁啊，有当时去台中，也是去高雄出席迄个理监事会议，也是迄个论坛的时阵，拢爱坐高铁吼。甲发现讲哦，这交通费一个月个拢爱差几落千块吼。好，所以这是一个性命的传承啦吼啊。尾啊，吴明达长老伊东区支会长做煞过去总会哦啊，做迄个财务理事啊，尾啊副理事长、理事长，好，所以这个一种生命的传承啊。基联会最主要就是大家对基联会哦，就一个很卖讲刻板印象，就是讲就认定的就所在，就是讲基联会主要就是伫赠送圣经吼，所以无毋对，阮就是赠送圣经啊，但是阮是透过联合侍奉啦、个人见证啦、部分，然后阮的目的就是要领人归主吼，所以福音是阮的使命吼，阮毋是讲分圣经安尼甲分出就好啊，因为阮是希望伊会当摕到圣经了，入捌上帝话语了，因爱行入去教会。啊，去甲教会了，甲由教会的牧者吼讲道啦，啊，然后最后受洗嘛是爱伫教会内底受洗，啊，成做基督徒，伊的性命才有法度来得救哦。好，啊，这个是咱全世界正经的部分吼，一年送出去的几落千万本的圣经吼，伫全世界200外个国家拢有伫安尼赠送。吼，啊，因为阮相信讲圣经是上帝话语，啊，阮袂甲迄个一寡，比如讲什么公报社还是啥，因为去印制圣经，阮袂去甲因抢先例啦吼，所以阮赠送圣经毋是乌白安尼乱送，因为阮是有特定的地点吼，就是讲阮是伫旅馆、医院、学校啊，甲军中、监狱吼这5大地方来赠送圣经。好，那我来讲一个个人的见证分享哈，就是讲我安怎真做基督徒，真做基甸会员，吼，啊尾啊真做咱基甸会会长啦、东区理事，吼，啊伫教会内中，我嘛是受到造就甲训练，吼，为职事啊、长老，真做基督徒嘛要讲，他讲3点钟吼，啊嘛，但是总结来讲嘛，他3分钟甲讲煞吼，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吼。第一代基督徒一般来讲，应该是很虔诚，而且吼，因为伊是啥，从不信到信，伊是家己去敲吹，所以一般来讲，你嘛听讲伊是第一代基督徒，吼，所以咱有台湾话有讲过嘛，吼，一代清嘛，有无？第一代基督徒拢清清楚楚，因为伊是为不信到信嘛，啊，我的部分嘛是共款，因为阮厝的是迄个传统的拜拜，吼，啊，阮毋是讲初一15拜尔，阮初2、16嘛拜，因为阮爸爸伫迄个火车站头前遐卖水果，啊做生意人就是讲初一15是拜厝的神明，甲迄个土地公，初2、16就是拜外口，吼做价啦，16号做价，哦，所以每年的农历12月16号，吼做买价，上尾啊一个做价，吼做买价，啊做价除了拜神明了，当然哦拜一寡四方迄个什么孤魂野鬼啦，吼就是拢拜，吼啊不管安怎。总是压香拜拜人，伊嘛是拢要求一个平安啦吼。啊，所以阮较早就是一个月爱拜4届，初一、15、初2、16，然后呢逢年过节弄拜，吼啊，什么生，过来对妈妈弄拜，安尼个对啊。啊，尾啊是安那开始无拜，因为
认识我太太，我太太是基督徒啊，因为阮丈人啊，我在民国那个87年认识我太太啊，阮丈人有甲我讲伊讲我的女儿非基督徒不嫁，那就完蛋了所以我就快点去找王荣信牧师讲牧师，咩啦？阮丈人讲那时候还不能讲丈人，我说我老婆的我女朋友的爸爸伊甲讲因太太不是伊讲因查某囝非基督徒不嫁嘞咩啦？那个王牧师很多你过来阮教会啊，好，这个还可以听我讲道，这个可以然后你要受洗，这个可以我管他什么，我那时候真的不懂啦，我说都跟他点头嘛，因为结婚是最重要的目的嘛所以中间的过程都省略就是什么都先答应再说了然后果不然我也就是去教会，然后1年多了牧师看我虽然讲我迄时阵还在军中服务我那迄时阵是要得金6个还未转教官，但是我嘛一放假我拢去教会尾迄个有5个长老啦就是梅道理啦受洗的前半个小时，我那去教会牧师甲长老有一个小会，应该有所谓的梅道理那时候也是啦梅啥我拢点头，愿不愿意好不好？好好小会就通过然后就受洗所以很顺利的我就在88年就取得美人归所以我成为基督徒，坦白讲没有什么高尚的目标嘛，不是讲因为上帝感动上就是要娶老婆啦就要娶老婆。本来是想说结婚了可能我较无去教会啊但是还好就是说主也有感动我，然后慢慢就透过牧师啊个教会兄弟关心等等所以每个礼拜还是都有去做礼拜长老教会常常互人批评，就是咱拢去做礼拜，就是坐底下做礼拜做礼拜啦但是总是听过逐礼拜教迄个牧师的讲道所以内心其实拢有受到一寡影响甲感动啦尾真做基督徒，真做基督徒了，我有机会真做基甸会会员，我头有讲过嘛基甸会会员上主要就是爱是基督徒我真做基甸会员嘛真特别因为这个缘分甲阮的无名大长老有关系民国差不多92年的时阵，我迄阵我已经转教官伫宜兰大学做教官早起阮来去徛大门口维持交通囡仔上学啥7点半的时阵我徛伫遐指挥交通有看到一群人伫遐分现金迄阵可能冯老师嘛拢有伫啦可是几落人伫遐分现金个对啊，但是因为因年岁较济囡仔拢18、19岁少年囡仔拢无要插伊个走互老师认老师伫边仔认成效无好我穿军服嘛我个行我有甲讲那个老师要不要我帮忙？他说好，你帮忙最好了。我个徛伫遐我唔免迄我个一个手囡仔个走过来学生个走过来说教官什么事我甲讲我迄阵我嘛拍摄讲这是圣经我这本书很好，带回去看一看伊个讲教官那要不要写心得？我说如果你想写也可以啦但是至少好好的读就对了对你一定有帮助他还会跟我鞠躬敬礼说谢谢教官所以真紧迄阵早起差不多5、6箱，一时要个分刷分刷了后，吴明达长老就很开心又有跟他开讲，又讲哇教官你这个赠送圣经很有果效嘞我要开讲，喂一直听你嘛是基督徒哇你嘛是基督徒所以迄个时阵我可能要不是基督徒的样式啦伊讲你嘛是基督徒，伊个真欢喜佫要邀请我加入基甸会但是因为我是伫罗东长老教会主会所以佫甲罗东长老教会罗东集会的会长迄阵是卢明忠长老我有佫伫92年5月佫加入基甸会然后尾我头仔甲你讲我佫是为会员书记副会长然后做到会长因为做工不哩够所以伫民国100年的时阵，阮教会选执事的时阵，迄时阵的黄胜惠长老、卢明忠长老，因个去莫讲运作啦，因个去替我拉票啦所以个伫民国100年的时阵，个受选为阮罗东长老教会执事然后伫旧年的时阵旧年对我来讲算是
真大的改变吼，除了讲，因为我智慧长做11年，吼，罗东宜兰拢做过吼，做了11年了，啊，对去年的9月全国年会，我受选为东区理事，啊，去年的11月，我受选为迄个阮罗东长老教会献歌队的队长，啊，然后我嘛受选为长老，吼，啊，所以伫服侍主的这个部分，吼，我愈来愈认真，吼，啊。最后就是甲大家几张相片，甲大家报告吼，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阮伫基电会部分，就是会去旅馆证金，吼，啊，个学校啊，所以右边那一张，大概右边那一张照片，就是阮去国立宜兰大学吼送圣经，啊，左边是伫苏澳的丽都大饭店送圣经吼，啊，医院诊所吼，右边迄张就是阮也有看到娟慧姐吼，他们吼伫宜兰杨大医院吼诊所啊送圣经。哦，啊，左边这一张很特别哦，这是罗东五福眼科，吼，啊，那个是老照片，吼，啊，你即马看到迄3个人，就是阮的罗东宜兰支会，吼，基电会是先有宜兰支会，吼，已经70年啊，吼，民国40几年的时阵成立的，啊，然后民国50几年，吼，嘛我要60年啊，甲伫罗东成立罗东分会，啊，迄是咱宜兰支会甲罗东支会的创始人，吼，啊，其中就是有一个陈五福。吼，陈武福长老吼，啊，就是五福眼科的创办人，就是伊，吼，伊迄阵是咱宜兰支会会长，啊，另外一个是赖玉哲赖长老吼，啊，可能另外一个我可较无熟悉啦吼，可能李瑞雄长老是啥，可能熟悉，哦，或是牧师吼，是吼，啊，哦，单耀宗牧师，阮罗东长老教会第2任嘛，第3老牧师，我知伊个是，哦，所以迄是伫罗东五福眼科来上圣经吼。哦，啊，军中因为咱即个所在，就是上大的所在，就是金六结啦。吼，啊，阮较早一年拢差不多上5000本左右的现金。吼，啊，但是即阵啊金六结个要未开放互阮吼，啊，希望有即个机会。啊，监狱内底就是伫三星监狱，啊，我都放相片啦，因为入去监狱，阮无法度翕吼，啊，但是阮当年。大约拢是伫11、12月的时阵啦吼，配合圣诞假期、圣诞节的时阵，阮会去吼迄个三星监狱吼做证金吼。啊，这是迄个去年吼，因为阮轮流各区会办全国年会，啊，去年是由东区，本来是要伫咱宜兰吼，但是饭店找甲真侪间拢无合适的，尾仔嘛是走去花莲的理想大地办年会。啊，但是因为东区办年会，全国的人拢伫遐办牧师宴，啊，因为咱宜兰地界去到花莲嘛是有一点点距离啦，吼，所以阮9月初伫迄个理想大地办全国的牧师宴，啊，但是阮伫9月20几吼，咱伫宜兰吼，咱宜兰的凯旋婚宴广场迄个所在，咱办迄个咱的宜兰地界的牧师宴。吼，啊，咱的耀信牧师有伫中吼有哦，吼伫中迄是执行理事长啊，理事长的边仔迄个是执行长，吼，执行长的边仔迄个是咱的耀信牧师吼，啊，因为我有讲过吼，咱的咱长老教会对于阮基电会真正是非常的支持吼。好，最后就是讲基电会嘛有去教会做见证分享，就是拢有三个代志。第一个是为阮祈祷啦，吼，阮嘛共款的为替咱教会祈祷，啊嘛毋茫大家为阮基电会来祈祷，吼。啊，第二项就是讲，请大家嘛方便为阮奉献啦，吼。啊，今日伫咱的周报内底，吼，咱有捏一张迄个奉献袋啊，吼，奉献袋啊，所以你嘛方便，请大家哦，啊，你所奉献的金额，阮全部100%。吼，我摕来上印现金，吼，所以请大家放心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讲，邀请大家你嘛有感动，吼，虽然讲咱长老教会已经有真侪基电会员，啊，就是嘛会使方便邀请大家继续来加入阮。好，最后就是讲，我们要渴望神所渴望的，吼，想要神所想要的。好，咱这个时阵邀请大家，咱搁做伙同心来祈祷。请阮的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今日透过我为歌罗西书读到的经文，提醒阮上帝你已经互阮新的性命，也互阮永远的活命。望主圣灵感动阮，互阮逐工仰望基督，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会当活出基督你新的用模范。伫逐一工服侍主的当中，阮的性命交互主，愿主你压达，加岁主你的荣耀。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所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来求，阿免。多谢大家。好，请咱担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532首。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心用书头现今来告备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主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伊本州壁倒人来受苦，竟是第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他这里传的被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原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插者，这是咱当心来奉献，请。曾子祥执事跟方美珍执事。
开咱起立来迎奉献诗歌。阿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是歌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做伙来读。恁无论做甚物，要尽心做，毋是为着其人，是为着主做。要知主会甲恁报赏，互恁对伊得到产业。恁在服侍的是主基督。歌罗西书第3章23、24节。这是来报告。报告之前，当有第一届来教会新的朋友。好，咱翻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点。第一点，20日的小会决议接纳信徒吴国华、陈佩璇夫妇转出会籍案。第二点，接纳本会新堂的建筑的平面图案，立议案交临时委员会和合会公决接纳。第三点，接纳本会新堂外观色系的选择案，立议案于临时会员合会3选2，以相对多数决定色系，再请建筑师提供配色。第四点，接纳建堂事工授权案，立议案交临时会员合会公决接纳。第五点，接纳晨曦会个案补助案。第二，本主日感谢刘清源长老弟兄代表国际基甸会前来请安分享正道，请兄姐为基甸会事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第三点，2025年年度携手爱无限 2.0 关怀事工已开跑，请兄姐为此计划弱势家庭奉献1户500元。本教会认领的目标关怀是100户，请兄姐为此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在奉献请注明为携手爱无限奉献。那在今年的12月13号上午9点，将举办福音茶会，敬邀兄姐共同参与此事工。第四点，请各团契小组及单位在9月底前选出新任干部，并告知办公室。第五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安排下一季10到12月的聚会内容，并于9月14号前交至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行事历的制作。接着请看肢体消息。第一点，下礼拜2 26日在头城教会南洋区会展开第3次区会，林牧师将代表本会前往参加，敬请关心代祷。第二点，9月的1号、2号，周1、周2在东山教会七星中会的教社部举办后盾计划灾害应变工作坊，欢迎兄姐踊跃参加，提升灾害应变量能。详情请看公布栏，有意参加者可扫描 QR code 报名。第三点，9月6号。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2点，七星中会大传部与双联教会举办 AI 媒体运用研习会，欢迎兄姐报名参加，详情请看公布栏。第四点，10月25、26日周末在本会台湾女子神学会阿拉法5重执事中心及本会共同举办灵命的转换上免费课程。报名到10月18日止，欢迎兄姐报名参加，详情一样在公布栏。代祷事项，请特别为李琼娥姐妹、吕朝金弟兄、胡文荣姐妹、林素娥、吕春美、陈灵珠姐妹以及李富雄弟兄，为他们的肢体以及属灵的身心健康来祷告，
也为吴赖梅、林玉慧姐妹、吴明达、吴秀和弟兄，请大家帮忙代祷，赐给家属够用的恩典来照顾他们的亲人。牧师，我要补充报时间。啊，来兄弟平安。咱今仔日等下伫咧咱的招待道这边游玩共款，还佫有即个建堂的义卖。咱即个义卖，迄个咱的即个由林主姐有提供的吼，因兜的田吼真好啊，是被县政府评定是就是特定农业，吼，就讲即区田非常的好，所以会通袂用做其他用途，才会使种米，吼，佮因兜的田吼，毋是干那讲会使种米尔，佮经过县政府评选吼，是咱今年吼的冠军，吼迄落即个。算伊弟仔吼，弟仔，迄落林书杰因先生方先生的弟仔吼，迄落种的吼，一个是冠军啦吼，一个是亚军吼，所以吼是非常好的米吼，咱会通透过食好的米，佫会通为着建堂来安尼努力吼，所以咱会通。安尼继续来支持，咱嘛真感谢林主席吼，迄好的米吼，摕去卖吼，甲摕来奉献吼，安尼就差足济吼。咱伫咧即个小会即个决议内面有3项一个真重要，要伫咧咱的即个会员好会，咱今年的即个临时的会员好会，毋若是干那改选中级。吼，咱有另外佫有3个议案，就是咱的即个建堂的即个平面图，吼，即马已经确定啦，吼，要来要交伫咱的临时会员好会来做公决。过来就是即个礼拜堂新的礼拜堂的迄个外观的颜色，吼，要来做选择。咱后来建堂委员会原底本底是建筑师。互咱有4个颜色吼，经过真久的讨论吼，很不容易的把一个删掉吼，因为因为建筑师甲4个设计吼，拢有圣经的根据啦吼，所以伫咧选择顶面吼，非常的艰难，落尾手好不容易安尼先舍去掉一个吼。了，要请咱兄弟伫3个设置内面，咱3选2，吼，以最高票吼多数决的方式来去决定成做咱礼拜堂的迄个外观的颜色。过来就是咱的即个建堂的事工顶面，因为有真侪时阵需要甲着，因为咱的礼拜堂是规个财产是拢挂伫咧北部大会吼。所以咱伫咧即个建堂的即个事工顶面，有真侪时阵需要安尼甲着北大甲公部门的即个，像讲一寡遮个迄个文件的遮个安尼迄种传递吼所以咱需要有经过咱会员好会的即个授权，安尼咱才袂一直伫遐开好会吼，咱要为着要一个文，要请北大行文去到伫公部门，若无经过会员好会的同意吼，咱拢每一届拢爱搁点开一届好会吼，所以你知影开一届好会爱偌济钱无？那开一届会员好会，搁请北大来开会吼，开一届请因来因的迄个北大的。财团法人董事会来召开会议，上少开3万，吼。咱若每一届安尼开，安尼落到底吼，就干那建堂，就干那遮个钱，就拢付了去啊。所以咱有需要有一个授权安尼即个议案来交代，互咱的小会来办理吼。所以有几个即个代志，所以请咱兄弟安尼会通来注意吼
所以也就是讲，咱伫咧9月14号的即个改选，迄个中级中级改选甲会员号规个会员号话，请咱将时间拨出来，毋好半途走去吼。因为咱即几个案拢非常重要，何况佮后壁咱要调开，咱要即个中级的改选，人数若无够，会抵到咱的新任的中级的人数会安尼会有无够，所以请咱兄弟将即个时间拨出来。咱头拄伫咧基电会咧报告内面吼，有讲到即个副理事长。基电会副理事长就是张宗卓建筑师啦，吼，也就是咱为咱的礼拜堂迄个设计的建筑师，吼。若照金元长老讲的吼，安尼伊今年伊就会改选即个拜六就会正做理事长吼，所以为咱画图的人是基电会的国过来的理事长。所以张宗卓建筑师伊真有经验，伫咧甲咱的遮个建堂委员会咧分享，甲着咧报告的时阵，伊有摕真济，伊毋是安尼久久才画一个吼，伊即马伫咧伊手中是画几啊个教会的图，包括像拿长老教会，包括中立长老教会，佮包括南坎，南坎长老教会，几啊间教会拢即马目前拢是伫咧伊咧画的即个过程，甲着已经有诶开始已经咧执行，所以非常杰出的一个建筑师，佮毋是干那安尼尔，伊佮伫咧即个宣教的顶面，伫咧敬上圣经顶面做真好的工，所以咱真感谢主，咱教会会通安尼邀请着伊来为着咱的教会。新的礼拜堂来安尼来为咱规划，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请咱同心来比。伫咧后礼拜毋是后礼拜9月初7，会邀请建筑师来到伫咱中间来去分享伊的规个即个规划设计，甲着包括迄个设计，是安怎要用即个设计，伊的圣经根据等等遮的来甲咱兄弟来分享，所以请咱嘛将时间来拨出来。以上，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献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此，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绿岛闭会。